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阿樂啊。咁今日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英國租務市場嘅嘢啦。咁英國最近最 hit 嘅就係講呢個Renters' Right Bill 啦，即係工黨政府想加強呢個租客嘅權利。咁如果咧你想收翻間屋嚟賣咧，咁你要出個 notice 趕走個租客啦。咁你趕走咗之後，你就會攞翻間屋嚟賣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賣屋唔一定賣得成噶嘛。譬如如果你賣唔成嘅話，咁你可能會想我賣唔成，我攞翻間屋出嚟租呢，咁得唔得？咁呢個 Labour 政府就認為呢，如果你出嗰個 notice 趕走個租客，賣屋又賣唔成呢，即係玩嘢。咁呢，佢個Renters' Right Bill 呢，就希望立法呢，就規管你出咗 notice 趕走人去賣屋呢，之後12個月內呢，都唔可以將間屋拋翻出嚟租務市場租俾人，咁樣去懲罰啲業主咁樣咯。咁呢個大家點睇呢？咁樣呢個英國嘅租務市場越嚟越難生存啊！咁有咩意見大家歡迎喺下邊留個言，大家討論下。